好啦，乡亲朋友，一些困过后啊，转到福起来嚟咧节目嘅现场咯。今天系恁嘅拜日，好康健来报道嘅单元，同恁乡亲朋友共下来关心到嘅是呢个卵啊，按用选来试讲康健，韩国呢，头先都了之前有讲到嘛吼，所以有嘅朋友吼，因为了解卵吼嘅了解意思的是个量呢，就做下控制好韩国公民嘅运动少啦。唔过那讲要都爱啊来去检查清楚了解年龄啦吼，啊了解呢条部分是。就是按照模式吼，好讲到两位呢啊，你下我哋講到料理嘅部分哦，卵嘅料理當多呢，相信啊呢小婆幫妹哦，大家吼做下有當多設家嘅那個料理嘅方式，所以來啊吼，你嘅料理方式係用選用呢，咪值得來同大家來做一個分享咧吼，好像啊講到料理啊吼，假使你都愛打電話到現場來問，你營養師也係講來分享啊，像全部做的，講到料理營養師你去講，其實好食的。卵嘅料理方式係嘛？哦，當然啦，煎卵個炒卵啊，前為食啦，炒到煎呢，韓國炒嘅，係炒安樣就煎到軟軟的食嘛，樣嘅培訓，樣嘅煮，樣嘅好食。係啊，吼，你講到呢個蛋腸一隻煎嘅來講之後咧，煎嘅有當多嘅方式咯，有當然哦，呢個蒜頭哦，全部煎到擦擦，哈，啊用油，重新有一啲啲。半破的容呢，吼，按用是從因嘅凍叉，吼兩片就煎到凍叉，韓國煎到凍熟。有當然啦，好食嘅係蛋腸溫火，也是嘛。你講太陽蛋啊，太陽蛋，即係講卵黃黃麻熟嘅，吼一片片片。按用。式嚟食飯咪。像啲蛋腸煎卵是按多種，哪種下好？我想摩擦啦，看你樣嘅食，你就樣嘅煮啦，哈。但是煎卵係冇。特差嘅係叫油嘅當道啦，所以當然啊，油越熟越好，越熟越好嘛，哈。所以呢個有的人煎油冇按到，哈，係所以有人就煎一片熟嘅，一片冇熟嘅，有人就當好食，係冇做個兩泡油熟，兩煙冇熟嘛，哈，像就有人好食一樣。還有一種按照水煮蛋，按照水鍋蛋，又按照水波蛋，就跟水哈煮滾咧，你就打一隻卵入去。打咗卵入去以後，哈，莫去就水要辣，但是莫辣到幾隻卵，佢還是嘅就嘅卵就熟嘅，哈，但是卵已唔會用嘅熟，哈，就得拿起來，哈，一就是西方人式嘅，哈，即係前冇油嘅卵，哎呀，做得到三明治，哎呀，一就西方人式嘅，哎呀，當然啦，呢種油越熟越好嘛，所以肯定用嘅煮法，哎呀，哦，真嘅呢，嗬，所以嗬，講油嘅一部分就少就好啦，嗬，頭先你營養師提到嘅，嗬。也講煎嘅卵啊，韓國炒嘅卵，我哋也是好簡單，大家全部好啲嘅方式。好，像講炒嘅世界咧，炒你一般唔係講蛋腸炒甜甜，可能還會加其他嘅，加其他哈。所以現在我開做法哈，就嘅卵煙係打散嘛，卵煙打散以後，我會用啲咩水個台北水啲吧，哈，台北水啲吧係叫啲吧，叫安樣，佢就個用鹽，就下去炒安樣先哈，我嘅要熟以後，你就變卵，咁樣佢們入底嘛，佢們入嘅係入底嘛，嚇。所以咁樣炒嘢嘅時，你就辣是嘅，要熟就好，唔熟就脫膠，因為啲炒膠會混硬。所以有人像我哋都有個考試係軟嘅蛋嘛，嚇，卵嫩掉嘅咁樣，炒呢種做嘅脫膠就挺硬嘛，炒。所以咁樣嘅時間我就當好食咧，咁樣係。我哋是係講到了解炒嘅卵，然後就係也一般來講，大家是希望用簡簡單單來食就好咧，一個保留到佢一個晚餐嘅一個營養成分啦，嗬。我哋還有電話先來教我哋係講中科嘅王小姐，來中科嘅王小姐你好，非常你好，你好，任老師你好，你好，你講食卵啊，食卵挺久了，說是兩個就唔敢食樣卵，要吧？肚子餓吧，說哎呀肚子餓，現在樣吃，一身就冇力樣啊，煮飯時就夾夾，不用煮了，咁樣不嘅社會不用煮了嘅煎一隻荷包蛋，煎荷包蛋啊，嗰種是食講荷包蛋又食，結果咧，食落去煮炊飯煮好，馬上就拉肚子，乜係黏人啦。200多樣，都是200多樣，都唔夠食。哦，100也當多100樣，就100，100天天嘛哈。
几下班？好几次，好几次哦。还有两个就唔敢吃卵包啦。哦，这系空心多的时节，什么安样品？有上次哎做生意赚的是哎呀就是真要，有时候连一只荷包蛋的是，那个是心想过荷包蛋好吃嘛？啊，这个是的呢。我想请问，因为家会炒太油么？唔會啊，唔會炒太油係嘛？荷包蛋嘅。啊，係呀，個荷包蛋，你個卵係要安全嘅嘛？係賣哪種嘅卵嚟食？普通就兩個雜貨店賣嘅。雜貨店嘅係個散嘅係嘛？散嘅。哦，散嘅。散嘅，它變到變相要變一團絲件嘅係嘛？冇咧，冇。要變變相麼？也變500。變500。變500哈。因為你冇去檢查唔啲啦，哈。但是你前頭，我想你買洗選蛋，啊卵變相，可能係會較好麼？有點嘅可能就，有隻可能就因為個卵頭哈有細菌嘛，咁你買嘢係個散嘅卵，你要變到500，哈。啊個你個散嘅個卵頭裏邊有細菌，係咪嗰隻細菌哈會本呢邊有安樣嘅問題，安樣，因為嗰隻細菌按照沙門氏細菌會本呢奧利毒冇咁臭，係。爸爸親家安樣飯菜煮好呢，都吃就不奧利毒。奧利毒哈，所以那個就唔敢吃。啊，所以你去買個洗選蛋，變相來吃看下咧，係。哦好。對，可能係個卵嘅問題，係卵你變到冇好食安樣，係。好啦，講正經嘅哈，好，小夢哈。你講到啲卵啊，嗬，你除咗頭先你講到啲嘅跳脫啊，嗬，韓國跳脫好咧，當然第一講要善用嘅，韓國你賣轉移過係嗬，你嘅應用版來保存咪當重啦，嗬，我建議講變到變相度，韓國像頭先講冇睇這應用講到，佢自家本身，你體質可能係卵嘅品質有問題，嗬，韓國佢嘅你冇變咪，嗬，你兩種嘅問題，咁有可能係其他頭先提到嘅，你嘅對卵過敏有啲嘅問題。我想是冇，因為佢冇講佢特今年大概是卵子外嘛，佢是講兩幾百，係兩幾百天天嘛哈，所以兩幾百要當佢要講夾個卵全部係去賣散咧，係要變到賣散，要變500咁樣然後，所以我想了解可能性動態，好睇嘅，所以做得 Andy 講嗬。是就安尼啊，基本上講到一啲方法，家下肯係會個提到兩間用版來保存兩啲嘅問題啦，嗬。所以講安尼就賣當然我賣到兩間信用嘅，韓國都係要講洗選蛋係安全嘅，嗬。韓國咧，冇是係頭先講到，自家係農場嘛，嗬，自家來賣，賣咗來出來亦都整個變到變相度安樣，好啲係能保存嘅部分冇到。最驚係隻卵殼蛋糕，嗬，有兩個講頭先講到沙門氏嘅桿菌嘛，嗬，細菌嘅問題，所以可能係食到啲啊。好講到料理啊，一啲卵嘅料理方式，嗬，兩個還有兩個用茶葉蛋啦，嗬，你講一則新聞，嗬，頭前一報嘅，嗬，都係一個學員兩報嘅就有一則新聞講有人嘅兩個超級嘅一個市場，嗬，你講用24點鐘嘅，嗬，佢嘅兩卵。係啲外度嘅啲嘅污染出唔好嘅成分，係啊，要聽講要抗生素咩？錯，後來就發現到見到啲吉片嘅吉片嘅家下時間嘅雞肉降到特別平，所以全部起嘅抗生素，是抗生素以後那個影響到個卵也有，係啊，所以後來查到以後嘅時間，我看新聞嘅意思就全部禁止咧，全部做咩？但是當然啦，有一部分全部生意去嘅啦，咁樣啦，係，後來要查嘅時就查到有抗生素嘅，就全部冇本機在個上市。所以講到咧，真件事係 Andy 講到，你要買來買，是些度咧個年頭，你要撈去做好咧個像檢驗咧都有各方面，就唔係講哦，一下消費者可能買到咧食到咧，咁樣子對那個身體造成傷害，咁樣子唔好咧。當然啦，可能有啲人講，你個可能冇乜嘅傷害，不過佢哋嗰度有啲抗生素，假使講你抗生素，你下後本線上可能就會講浪到嘛嘅，咁樣係咪會有影響？當然啊，短期冇乜嘅影響啦，嚇，長期咧講，因為你抗生素就是太多種嘅嘛，是太多種，唔定要因為咧，你唔定要發到乜嘅病發作嘅時間，可能嗰隻抗生素就冇用嘅咩，嚇，因為佢抗生素會刺激安尼地步細菌繁殖咩，好就變到佢有抗藥性，就是繁殖嘅時就變到嗰隻抗生素就冇用嘅咁樣嚇，那
当然啦，你只机会冇人讲差到讲直接的关系啦，哈。但是呢，有安样的规定，抗生素是做唔得乱食的，哈。所以安尼台湾的要求，抗生素一天的医生注意，医生都在卖一道，医生拿一道，系冇医生平常冇医生的处方医生卖唔到的，嘿。所以做唔得乱食抗生素，在全世界的规定的。哦，你是讲到你个抗生素问题，所以你就变做係一種講食品安全的問題動態咧吼，所以希望講你還係愛做好你個把關嘅一隻動作，嗰撒下落呀，你個面路當過你個消息一等到啦吼，你係自行安排睇，好，你係聽到乜個消息，看到乜個消息，大家是見到佢傳出去，好，因傳呢，你係可能你期嘅消息傳到大家是還忙千圈不地哦，吼，你新嘅消息就個傳咧，吼，你可能就講哦，你真係唔錯嘅，你按到嘅消息啲報道都有一隻撈亂有關嘅吼，你亂頭先有講到嘅吼，炒亂咧，來講可能咪要挑梅，一挑梅嘅時間，有當然會加鹽，有當然會加啲調油，講到啲嘅用啲鹽啊。講就做唔得啦，放頭要較好。未冇啦，即係講啱啲報道講，你亂加成用菜嘅嚇，會變到用吃到有得嗆嗆嘅樣，我講啲報道要鹹啊嘅綠嚇，所以樣唔好。其實我可能不認識講吼，用鹽唔好，用頭油又好啦。用頭油好。懷疑佢咩買頭油嘅已寫了種嘅新聞啦。係，喺呢個嘅用鹽吼，我一直像咁樣做啦。後來我咪有看到報道，講林杰良醫師係跟太太又出來講啦，吼，講其實冇乜嘅關係啦，乜嘅綠色吼，其實個綠安尼鹽底本就有咩，吼，喺佢嘅鹽底本來就有綠，綠也是個綠色。其實冇乜嘅關係，其實嗰隻綠色係應當係一個佢卵陰地邊有鐵，鐵質有硫，卵泡地邊有硫化鐵以後變到個綠色，就像你食個滷蛋，也是個水煮蛋，你有感覺嗰隻卵陰嘅外邊係咩較綠色咧？哦，知嘛？是嗰隻色，係咩通嘅綠嘅色咁樣，哎呀，咩綠。咩鹽地部也識啦，所以我就像你日本嘅林杰良醫師有講過嘅，你是錯誤的，所以也唔錯啦。你就應該網絡消息係唔錯嘅，所以提醒鄉親朋友，ND 嗬，假使有看到你個網絡當過嘅消息，唔好講講你傳到 ND 是上去，攞去查嗬，攞去問下，專業嘅個專家問，記得問清楚啦，咁樣會係好到嘅啦，嗬，好講正經嘅，嗬，你個對卵啊，嗬，因係要當到嘅個料理嘅方式做得來，讓大家來分享嗬。韓國頭先有提到嘅，你個卵能用返來保鮮啊、賣卵啊各方面，還要注意呢，都家下陣個技術來讓大家來講到。先來聊下。